有民众发现讲高雄路底有一间诊所打出一张告示，讲民众这挂号费若准加1000块，就会当代先予医生看。那停止挂号了后，加600就会当甲你挂号。民众质疑讲安尼生做是违法的。即马这卫生局也表示讲，这款收费已经违反着医疗法，相关会当罚到25万。诊所柜台公告，若赶时间无要等，挂号费各加1000块，就会当免排队看病。另外一张公告，确实停止挂号，只要加付600块，就会当排入去看。和民众翕相大门的诊所，都是伫高雄路这间诊所。下晡时，这间诊所无虾米人来看医生，不过民众质疑，安尼收费敢无违法？医生那排队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对，那如果你说的要加钱的话，那不如就去大医院的急诊了。过年期间会有啊，平常的话虽然我们有公告这个，但是平常不会有人用。和民众质疑诊所加收钱，院长出面解释，因平常时的挂号费是200块，加至300块。告示顶悬的优先看诊费甲加号费，拢算是因的挂号费。尤其这是过年初1、初2的促施，平常时真少人用，一年可能袂超过5柜。不过高雄市卫生局认为，虽然卫福部伫去年已经取消挂号费的上限，医疗单位也是袂当黑白用别的名目来收钱，亲像优先看诊费、挂号加号费用，拢是违法的。针对民众反映该诊所优先看诊及提高挂号费一事，本局将派员无预警稽查。倘该诊所设有违反医疗法第22条之情事，将依法可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。到底是不是属于挂号费？诊所甲卫生局有家己的认定。卫生局也强调，因会派人去稽查，如果有违法的事实，会按照医疗法罚钱。记者柯家如、柯昭阳高雄场报道。